放弃一家己采访，做一支伸手拍三个年，月上念迄简单的结题，坚持一家己理想，点点做呀做到清风起。经验的地方，你想的是分配啥看到呀的时间，你做的事，无简单啥做的40年，一行的路，行的路头安错。放弃一家己采访，做一支伸手拍三个年，月上念迄简单的结题，坚持一家己理想，点点做呀做到清风起。艺术家。